古啦吼，蒙古真民族好无？阮去的时候，迄主办单位问我讲，老师啊，恁啊吼，恁要食迄个蒙古烤肉？我讲一个，我讲蒙古敢是无蒙古烤肉？伊就咧笑，是吧？伊讲对啊迄是台湾人来开的，旧年才开呢。所以台湾人才有蒙古烤肉啊，你蒙古无什么蒙古烤肉啦好，所以这物件，但是这物件伫台湾是安尼发起来嘛有迄历史背景嘛。但是当然，谁要好中国名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啦。因为外省人怀念故乡嘛感觉安尼好伊会当有故乡的感觉，所以甲迄家己发明的物件来号做故乡的名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所以迄有另外一个，但是你看，无共的文化，你讲共一个物件，概念完全无共款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来。牛肉面啦，牛肉面，中国人来到，来，这里讲到这，所以蒙古无蒙古烤肉，温州无温州大馄饨，四川嘛无川味的牛肉面，所以来，我问恁台语的小时候大饼要哪讲？小时候大饼，你敢不知迄啥？小时候大饼，唔是啦，差不多在讲大饼尔，一身做饼送大姨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听无，山东代表。这种导标。嘿啦，这种诶，小时候大饼对吧？台湾的大饼是迄种结婚要用的，迄种叫大饼好无？迄个一身买饼送大姨，迄是早起讲的是迄个呢。这个是迄嘛？小时候啦，这种诶台语哪讲？导标。我问恁啦，这叫导标无毋对真来这就是讲，这种饼叫做导标啦，但是内底敢有豆啊？无对吧？伊规地拢是米粉尔，啥物拢是米粉叫导标。因为迄阵山东人来食，咧卖这啦导标，台湾人导标卖导标来啊，所以这个物件就来变导标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听起来真新鲜，但是确实是安尼啦，确实是安尼，看起来，所以前头这叫导标，因为达标，迄外省腔啊，导标，因为台湾人迄阵都袂晓华语啦，袂晓所以你看，这个物件拢是因为台湾特别的历史文化产生的。但你来甲讲小时候大饼，甲讲导标，你就无这段趣味的历史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任何的物件啦，你要学这个台语的意义伫倒位？伊的意义伫倒位？伊就是根据伫这个文化内底。好，来，食物讲了，来讲饮料啦，饮料啦上早是啥物物件？皇帝，来，啥物时阵会食皇帝？结婚的是咧缀红包的啦，对吧？咱讲迄个查某囡仔，迄个少年查某囡仔还袂结婚的啦，若天地互咱有当时会甲亏讲，我是无红包好互你缀呢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意思是啥？意思就是讲，结婚食红包啦，结婚毋是食红包，结婚食茶啊缀红包。但是我讲的皇帝是无共款的，路边的皇帝有看过无？有啦，路边有一个皇帝，我问你啦，皇帝爱用啥底？大地鼓啦，对无？大地鼓，伊袂当用后仔底，袂当用啥物管仔底，伊一定爱用大地鼓，对无？是安怎？伊要用送啉的。我先问讲啊我先问者，伊内底啊茶是烧的啊冷的？冷的对，伊若要嘛会当温啊，但是袂当是烧的，是安怎？嘿啊，伊要互过路的人啉，啥物人去啉皇帝？你会去啉无？你袂啦，对无？迄是。古早古早7无法发展对无？行路行到忝死热死安尼，寒流送地，就经过有好心的人，甲停一杯安尼，水停水安怎？焗落啦，对无？若烧的，你要害人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皇帝啊一定要用大地鼓底，爱地冷，实内底地啥物地？迄比赛地，一斤3000，无可能对无？啥物款的地？地基啦，有无？地基有听过无？地基地啥物麦仔地嘛有可能啊？麦仔地毋是真正的麦仔去煮的地，去行的地呢？是啥物？以前迄种麦仔地地包无，澹落安尼一股去做偌股迄种的，有无？是毋是？足俗的啦。
因为过路人要啉要挤喙焦的啦，要挤喙焦的，所以伊根本啊伊就袂 care 讲啊袂 care 讲迄好啉歹啉但是一定爱冷茶也是温的啊。所以你看这红茶啦，红茶了以后，而且红茶内底白茶啦有可能是白茶嘛红茶啦，伫厝外的人食红茶，厝内要熬啥物？厝内妈妈爱煮啥物互囡仔啉？冬瓜茶啦、草仔茶啦来，我先问一下你会晓听草仔茶举手好无？青草茶会晓听举手好无？拢无人，拢无人。以前阮阿嬷拢足够听啊，伊就去边仔办我内底有一味主要叫做大花咸丰草，哇草仔茶哇请问迄台语要安怎讲？大花咸丰草咁安尼，绝对毋是咯，遐歹念一听就知影毋是台。迄边来大花咸丰草台语要安怎？请查某。请查某啦。因为咱是拢摕起来烧啊，摕起来烧啊，迄个念咧对无？你就是讲，喺台语就讲迄是赤查某啦，会共念，佮会共插喎，是毋是安尼？好，所以迄就是草仔茶啦。厝里青草茶就是草仔茶，所以厝里老爸老母妈妈啦，阿母就惊迄个草仔茶、冬瓜茶啦，草仔茶、冬瓜茶安尼，要互囡仔啉佚佗啦，啉佚佗安尼。所以明仔载咱要唱的就是萧太人的点心蛋，哇点心蛋，其中一首就是迄个啥，一个伫美国的作曲家，台湾作曲家来美国的，哇无伫遮。我问恁萧太人，恁知影啥无啦？毋知影是啥，有诶知影是啥？萧太人啊，萧太人啦，伊是台湾人啦，伫美国住足久诶读册啊，住伫遮哇，最后过身啊啦，嘛伫遮过身诶萧太人，伊是著名诶啦，国际有名诶迄个音乐家啦，音乐家。伊迄当阵来美国诶时啊，伊就写一首点心蛋安尼啦，点心蛋诶歌啦。是安怎你知影？因为伊嘛甲我共款爱食，所以即个要安怎？遮，等我一个我来开一个啦，先互大家看一下，是安怎要选点心蛋，是安怎要等点心蛋，伊诶歌词是安尼。明仔载才来教大家唱。想着油桃汤冬瓜茶，心凉鼻肚开。若是 Seven Up Coca-Cola， 气味是啥？天茶茶啦，想着油桃汤冬瓜茶，心凉鼻肚开。若是 Seven Up Coca-Cola， 气味天茶茶。艰苦坐歌吼，想到油桃汤冬瓜茶，来啊，啉一杯，搁一杯，哇就来唱啦。明仔载再来看，所以迄当阵啦因为有囡仔时代的气质，对无？囡仔时代的气质，台湾的厝里就是厝里家己去兄迄个啥冬瓜茶、兄草仔茶，有人兄二桥无？恁兜讲二桥还是讲姊仔？讲二桥的野手，讲姊仔的野手，好，无共款啦这拢是是啥物件？爱玉啦，爱玉啦爱玉的台语有两种啦，一个有人叫二桥，有人叫姊仔啦好，来，这叫做点心蛋啦这个点心蛋。好，但是你伫厝里熬这互囡仔啉，囡仔若去外口较好野的，去外口要啉啥？要啉啥？要买啥？日本时代有啥物物件好啉？有啥物件？拉姆内啦有听过拉姆内无？啥物叫拉姆内？拉姆内是啥物啊？弹珠汽水啦，弹珠汽水哇！古早阮小学的时啉到的迄个拉姆内迄真正技术才啉会到呢，迄会塌掉咧。你安尼直接摕来啉会塌掉咧。即摆拉姆内拢毋免，即摆拉姆内你安怎啉拢啉会到。伊迄珠是啊个是装塔尔啦有无？是无效的。好，来我问恁啦，即个拉姆内是安怎来？即个名是安怎来？是对日语来对无？日本对倒位来？对 lemonade 来啦。lemonade 来。我问你 ，lemonade 敢一定爱 lemon？ 你伫飞机顶甲讲我要 lemonade， 伊会问你讲啥？你要啥物款对无？你要啥物款？无一种有柠檬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 ？lemonade 无一定，但是谁话无柠檬会要叫 lemonade？ 因为确实一开始伫西方伫厝里是用柠檬去调的。
所以叫 lemonade 啊。啊，但是啊吼，到尾啊吼，变成讲迄种有气的汽水咯，咱叫 lemonade 有无吼？是毋是安尼？就无一定爱有 lemon 啊，迄就是外国的文化嘛。但是咱台湾啊吼，迄当阵日本时代汽水传入来台湾是，恁知影lemonade拢爱用汽水粉泡，所以伊恁摕的是迄种汽水粉的味，甲即马气口味完全无共款对无？喏，恁知影迄汽水粉泡的。啊，所以传入来台湾以后啊吼，西洋文化透过日本传入来台湾，所以叫做拉姆内，对无？你听到拉姆内，就知影讲什么时代传入来台湾呢？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，那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，拢会用日语、外来语对无？吼，日语、外来语吼，啊若到尾啊再传入来就无共款，所以拉姆内啦吼，拉姆内好，啊到尾啊吼，了后国民政府时代，用两种物件，一个开放进口，一个本地产出来吼。一个叫做沙士啦，沙士台语要安怎讲？沙士啦，沙士。你若去查迄个啥教育部的书典啦吼，你会感觉足奇怪，伊是写安尼哦，伊的汉字是安尼，但是罗马字写安尼。吼，你会感觉足奇怪，因为这两字汉字要安怎念？沙士对无？沙士对无？啊，这两字汉字要安怎念？可乐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若讲我要啉沙士啊，但是你若去店面甲讲我要买沙士，上听有？听无啦，听无，所以吼，你就是念煞数，有无吼？煞数，奇怪啦，奇怪，汉字写啊，既然要念煞数，谁哪袂用？正常的煞数即个音的汉字，既然要念苦啦，谁哪袂用？正常的对应的汉字，谁哪汉字甲罗马字甲伊的发音要无共款？我甲你讲，迄就是一个什么物件？迄就表示伊传入来台湾的时候，咱民间有固定的念法，像啥物件？像沙龙帕斯有无？沙龙帕斯是毋是咱传过来的沙龙帕斯啊，对无？但是伊的商标，正做一个商标，咱佫袂当家黑白改名，对无？所以咱沙龙帕斯就爱写沙龙巴斯，但是爱念沙龙帕斯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像这嘛共款啊，咱爱写可乐，但是咱爱念可乐，袂当念可乐。啊，这嘛还是共款，这爱写沙士，但是啊吼爱念萨素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莫德纳疫苗的台语叫做写莫德纳，但是爱念啥？莫德纳对啦，写莫德纳念莫德纳，知无？台语即摆就啊，这咱看出什么物件呢？咱看出讲，你若看到干那罗马字即种的，啊，佫发音做日本的，老文的，你就知影讲这是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的。啊，这嘛是台湾台语甲闽南语无共的所在。你听，台语甲闽南语无共的所在。中国啊吼，厦门迄个所在甲咱语言足歪，但是因无受过日本统治，所以因就无法度去用这。所以你看吼。来，我早起来，身躯顶先穿，干那穿一领啥？来令牛，对无？来令牛对无？吼，查甫的拢爱伫内底穿一领来令牛无？吼，内衣迄种查甫的内衣叫来令牛对无？啊，我出门之前先踏一领啥？靴子对无？啊，因为今仔日要开幕典礼，所以我着搁遐一领西米露对无？西米露对无？吼，啊，若要去甲人冤家时，我一般搁夹一条内裤带，内裤带对无？吼。你看衫是毋是拢？那查某囡仔内衫嘛是日语外来语叫布拉夹，有听无？布拉夹 bra 有无？啊夹咧布拉夹，哦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啊吼我出门啊，车门开入去，合起来，啥物先调好？目库米啊有无？目库米啊就是 back mirror 有无 ？back mirror 目库有无 ？back 有无 ？mirror 目库米啊有无？调好，好啊锁匙插落，啥物甲发落叮当？眼镜甲发落动对无？眼镜啦吼，啊若发袂叮当就是啥无电，马地里无电啦，马地里无电无 battery 有无？马地里无电，啊若一直开车一直就是啥无好？驱相无好，对无？驱相无好，是毋是拢外来语？穿的嘛外来语，车嘛拢外来语，日本外来语。好啊，我去甲运动场，我要运动对无？我拍啥？拍提尼术，拍提尼术，提尼术嘛是嘛？我拍高尔夫啦。高尔夫啊，高尔夫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拢是外来语对无？啊，若我拍提尼术的是开球碰着网啊，佮落落无算，迄叫啥？力度啦，乒乓嘛是共款力度有无？哦，啊，我若讲野球的时啊吼，讲出去外口，枪啊外口叫啥？红不烂啦。啊，若连续3届无分着叫啥？三星奥斗啦，是毋是安尼？三星奥斗啦，是毋是拢是日语外来语咯？运动的嘛是，啊，运动了巴肚枵去食饭。入去以后啊吼，迄内食，好莫讲内食啊，即摆招人啊，服务生啊吼，就讲摕啥物互我看，要点菜，摕啥物互我？美女互我对无？摕美女互我，啊美女坐落来以后，哪看美女会摕啥物互你出手？
乌西莫里啦，莫叫人摕卫生纸互你，卫生纸是即尻川的，好无？哦，迄是乌西莫里是即手的，迄是乌西莫里是面巾啦，面巾啦，吼，迄乌西莫里对吧？吼，好，啊你点了点沙西米、瓦萨比，哦，米索西鲁吼，你讲老师你食日本料理，当然嘛有一句对吧？来食台湾料理，萝卜饭，萝卜饭台湾料理对吧？萝卜饭面顶有一块黄的菜头对吧？小菜头哦，迄个叫啥？塔古板对吧？塔古板就是一个，迄毋是黄菜头，菜头那有黄的对吧？哦，塔古板对吧？塔古板，啊你食了袂够硬啦吼，你就爱点一盘迄个三角形的油豆腐对吧？迄叫啥？阿布拉给有无？阿布拉给对吧？阿布拉给就是有人叫阿布拉有无？阿布拉就是油对吧？吼，阿布拉给油豆腐啦吼。迄好友伊就是硬死袂讲台语啦，硬要讲华语啦，所以才会讲淡水阿姊迄种笑甲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伊若讲台语啊吼，迄淡水就是阿个啊，阿个就是阿布拉个啊，啊带号掠头掠尾中外因为伤歹掠，所以迄个阿布拉个就是油豆腐内面包冬粉，因为我淡水迄边住足侪。人诶，我知影，迄所以迄叫做阿个阿布拉个，伊就是硬死袂讲台语，硬要讲华语，所以毋知影迄个是假啊是字，所以阿字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台语人就是爱讲台语啦，莫是爱讲华语啦，对无？文化嘛无共款，阿布拉个对无？啊，乌色诶，迄个叫做控谱，控谱哦，佮点控谱对无？你知影吼？台语有三种有无？吼，迄个啥？迄个。迄个啥？控谱啦，努力啦，甲好地，有听过无？送伫迄个阵边交顶去，送伫阵边交顶，好题对无？好题对无？送伫阵边交顶顶叫做好题啦，吼，迄幼幼的，啊直接买来直接年来食叫做努力啦，吼努力啦，吼，爱控的叫做控谱啦。安尼知啊？吼，你看台语有分三种有无？吼，分三种咯。好，不管是毋是拢外来语，控谱、阿布拉个、塔古巴，对无？吼，啊食了以后你阁互伊吉布咧，对无？吉布就是小费啊，小费啊，吼，对无？小费吉布啊，吉布啊，是毋是？所以台湾人啦，若无一句外来语啊，吼，袂晓讲话啦，真正袂晓讲话啦，迄罗赖嘛家己来，要哪讲？对无？迄罗赖嘛个，这罗赖嘛，无又啥？对无？就嘿啊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吼，啊留一寡阿所味的空间，对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是安尼？吼，啊时仔个一个，这时仔个一个就歹，对无？啊无你家己要哪讲？这就是嘿嘛，啊所以迄种物件拢是因为台湾受过日本统治，啊伫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遐个话题用一句外来语，吼，所以你看吼，你看，家白白听火的物件啦，吼，听火的物件有。火柴，台语要安怎讲？还啊火对无吼？还啊火啦吼。我问你啦，克的迄个赖打对无吼？赖打对无吼？若即马拢航马拢袂晓用火箭点对无吼？拢爱用一支迄瓦斯喷枪试落，一直喷到火倒对无？是毋是？以前阮拢吼用航马时拢用迄个啥？用迄个火箭点对无？火箭点就爱甲迄个火团咧摆甲足舒适无？结果点落我袂倒，一个烧了，佮摕个规包拢用了，火也袂倒对无？技术介歹对无？即摆毋免读，即摆摕来滋喷甲倒为止对无？迄支叫啥？瓦斯喷枪啊，但是要叫哪叫？台语要哪叫？火鸡，你看即三个名啦，吼，还啊火、赖打、火鸡，倒一种是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的。赖打，你看你一听就知影对无？所以语言背后是毋是文化？语言背后是毋是历史？对无？佮你在地发出来物件，所以南文咧就知影日本时代传入来。战后传入来，但是战后初期大家会晓中文无？袂晓，台湾人战后初期拢袂晓，咱无国语运动是安怎来？就是因为大家袂晓讲，才爱送嘛。那大家像即摆大家较会讲，就爱个送哦，对无？就像即摆送台语运动，因为大家袂晓讲台语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迄当阵是爱送国语运动，因为大家袂晓讲华语，所以伊就写 SARS， 但是念 SARS， 写可乐，但是就念可啦，就是安尼嘛。其实有一个趣味的啦，我问恁啦吼，恁较厉害，即题我无答案。苹果西达英语是 Apple cider 还是 Apple cider？ 这两种拢有，恁知啊？这两种饮料拢有呢。这两种饮料，恁家己去查看卖啦。看这两种有啥物差别？到底苹果西达是 J 还是 J 啦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嘛唔知啊，吼，对无？你会晓讲苹果西达的台语？
我係講蘋果西打，你較寒就講蘋果西打來，對吧？因為啊，這物件甲這個無共款，對吧？所以你看哦，敢若佇飲料遐涼的名啦，你會當發現哦，足趣味的來源時期無共，對吧？來源無共，你看敢若台語名，啊你若講哦，這個是淡出汽水，我這是沙士黑松沙士，我這是可口可樂蘋果西打。你敢會感受到背後有迄種歷史的無共，歷史階段的無共，甲文化的無共，袂對無？中文袂啊，因為中文毋是對即個土地發出來，台語才是對台灣即個土地發出來，有無？所以飲料還無共啊，即規則啦，吼，攏毋知，攏就是咱頭講馬拉松，台語要安講，走啥？走馬拉松，對無？走馬拉松，你袂講走馬球場，松樹是場啊嘛，對無？吼對無？你絕對袂安尼講啊！我昨去走馬球場，走全馬的吼，40幾公里，無可能啦！走馬拉松對無？馬拉松吼，摩登啊嘛是啊，沙龍帕斯嘛是啊，對無？是毋是安尼？共款即個原則啊，吼，你就知影講，迄攏是外國傳入來的吼。好，所以飲料的罐啊，用啥物底？嘛有學問的吼，來吼，迄個罐啊是啥物罐？易開罐迄啥物原料？鋁罐对吧？鋁的台語叫啥？阿魯米嘛吼，所以有人問你洗衫，你話我洗阿魯米啦，有啦，真的啦，大家都洗啦鋁啦，鋁啦，迄阿魯米啊，洗鋁啦，鋁布迄個鋁啦吼，然後洗阿魯米的啦吼，阿魯米是鋁嘛，但是迄個罐仔袂叫，咱袂叫阿魯米罐仔啦，咱細漢攏叫佢銅罐啊有無？較銅罐有無？是毋是安尼？較銅罐有無？因為咱毋知影，咱分袂清楚啦。台灣人分袂清楚什麼阿魯米、什麼銅啦，對無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較銅罐啊啦，吼，咱就講哎，因為咱銅是上早入來台灣的嘛，迄電線啊，啥物啊，電火啦，電火內底就是銅嘛，電線嘛是銅嘛，對無？所以銅上早入來台灣，啊，其他的金屬一個銅一個鐵啦，吼，一粒銅一個鐵，啥物意思？迄兩個翁仔某啦，一粒銅一粒鐵啦。無怪安怎？毋是袂下啦，無怪逐工冤家，攏足硬啦，個性攏足硬，無一定是袂下，但是攏足硬，一粒銅一粒鐵，相克就安怎冤家啦，有無吼？所以歹銅舊寫，有無吼？銅有無？銅是足早入來台灣的，但是阿魯米是足後壁才入來，所以迄當陣咱也毋知迄有啥阿魯米，啊，迄金屬的啦，迄金屬的，啊，銅鋼啊，所以較銅鋼啊，所以銅就是阿魯米，阿魯米就是銅，哦，啊，閣來咧，寶特瓶的台語要安怎講？寶特瓶的台語啊 ，PET 啊，對吧？寶特瓶的台語安怎講？咱安怎講？啊，塑膠袋台語要安怎講？塑膠袋啊，對無？塑膠罐啊，對無？吼，但是較老輩袂講塑膠袋啊，伊會講啥？加拉素攏啊，有聽過無？有無？加拉素攏啊，加拉素罐啊，對無？加拉素是什麼意思？玻璃啊 ，glass 啊，玻璃啊。啊，啥咯？塑膠佮變玻璃，塑膠罐啊，啥咯？佮變玻璃罐啊，寶特瓶啥變加拉素罐啊？啥咯？因為啊吼，人咧學物件，人咧了解新的事物，一定是對原本就知影物件做基礎。所以你若教細漢囡仔，日頭，伊就講日頭，啊，等於厝裡啊吼，你甲比迄個電火球我互看，你問伊這啥，伊就甲你講安怎？日頭，日頭，佇面頂的光的，就是叫做日頭，對無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那我會記我細漢的時候，阮阿嬤甲我講啊吼，迄青色的，糞掃車早期是青色的，綠色的對無？吼，這個尾才改黃色的台灣。講這什麼車？伊就講這糞掃車，甲教糞掃車。啊，我就想講青色的攏糞掃車，你知？伊到尾舉一台路邊青色的車，問我講這什麼？哦，糞掃車，就是講哦，人咧學物件就是用。我已經知影去學，毋知影，所以台灣人吼上早知影玻璃，吼，所以講你加拉素對無？啊玻璃，咁啊塑膠攏較傳入來台灣，啊透明的啦，透明的，加拉素對無？啊加拉素罐啊，加拉素攏啊，就是安尼來啊。啊保麗龍會安怎講？臭對無？保麗龍會講臭啦，吼臭安尼。所以你看台灣人迄個干那罐仔的材質嘛，無啥相像安尼。好來進入時代感嘛咱演變，吼時代感嘛咱演變。來，你有去過泡沫紅茶店的手？攏無人去過泡沫紅茶店，恁攏這個出來外國傷久啊，對無？迄是我差不多是我高中的時代啊，我即個年歲，我差不多高中時代吼，上流行的啦。是安怎？迄當陣台灣發生什麼變化？台灣人開始有錢啊，
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啊！在1980年代，1980年代，台湾开始小可有钱啊！啊有钱了啊吼！你嘛知嘛？迄查甫人，咱第一有线头啊无吼，就一寡钱，伊就想要作怪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想要把妹啦，哦，想要把妹啦！啊，要把妹要安怎？把妹要有场地啊，所以伊就需要一个场地，互伊当坐落来，甲妹仔讲话开讲，对无？啊，但是甲妹仔讲话开讲，佫袂当伤贵，因为是安怎？因为若伤贵啊吼，伊就付袂起，所以有淡薄仔好价，但是也无甲正经遮好价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迄个年代就是安尼，所以烘肉嘛是迄个年代开始的。烤肉，中秋节烤肉，台湾人早前哪有咧什中秋节烤肉？无啦，到尾啊！啊，现在中秋节烘肉，有人讲是啥物？因为金兰导游啊吼，就讲出一个广告，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，对无？有人安尼讲，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啦。一支广告就通改变全台湾人的信用，讲中秋节就爱食烘肉，敢有可能？你想嘛知影无可能？迄是安怎？因为大家开始1980年代，大家开始好价，好价就注重休困。你睇台湾人开始注重休困，两个阶段。就是跳上济，一个啊吼是啥？日本时代以前啊吼，拢做长工，台湾人做长工，长工一年当休偌济？敢若休过年，一年敢若休过年哦吼。所以，但是日本人来到台湾就开始用一礼拜7工来做迄个，这改变咯吼。啊，7工就是有1工休困，你知道？7工有1工休困，所以吼就变成讲，大家开始有1工休困以后，就注重休困啊。所以台湾人开始跳舞啦，吼，开始去外口佚佗啥，拢是迄个时阵。日本时代这第一波，第二波是啥？1980年代大家好价，好价吼就开始去外口，啊，若去外口爬山啦、佚佗啦，食啥物？食啥物物件上好、上方便？食香上方便，食饼上方便。但迄阵冷叽叽对无？无人要爱。啊，无啥，像阮细汉的时，阮爸阮妈拢，阮若要去佚佗拢会啥？早起出门的时，先踅去菜市啊买一只鸡、一只鸭有无吼？啊，笃笃的有无？去遐等咧天。但是迄嘛是冷的啊，啊，我就想要食烧的啊，要安怎？就开始大家烘肉，哇，烘肉是毋是咱食着烧的，对无？啊，佫新鲜，对无？所以烘肉的风气嘛是80年代。啊，即个饮料啊吼，就开始大家有一款钱啊，想要有坐落来，好，啊，台湾人古早啉啥？台湾人古早啉啥？茶啦，啉茶啦，但是啊吼，你要叫少年人去把妹啉老人茶哦，啊，你要熟茶啊，青茶问安尼哦，啊，你问迄妹仔讲啊吼，你要熟茶啊，青茶半熟安尼哦，啊，我来泡，我迄第一泡啊吼，安怎第二泡安怎，你还佫有闻香杯啊咧，笑诶对无？无人要甲你做伙啦对无？啊，要安怎？爱 fashion 对无？少年爱 fashion，啊，迄当阵拄安怎？拄好美军驻台湾。美军去台湾进前啦，早前美军去台湾啊吼，影响台湾足大个，除了迄面粉地啊是美元对无？美军驻台湾嘛真大。我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。我以前吼一摆收到南投地方法院的迄个票啦，毋是叫我去出庭啦，毋是讲你互告啦，伊是要叫我创啥咧？伊要叫我吼判断讲啊吼，讲骂讲啊破肉啊，安尼有骂无啦？有侮辱无啦？吼，有破？你感觉破肉有侮辱无？啊！伫法院，我若甲讲有侮辱，伊就要罚，伊就要判，就罚钱嘛，对无？吼，啊若无侮辱，就诉去嘛，准就好嘛，对无？吼，好破嘛，啊恁感觉咧？爱安怎甲回？爱安怎甲回？真歹听对无？真侮辱对无？吼，所以你甲罚钱好啊。安尼就爱问我，就爱问台语系教授哦，因法官家己说毋知影，家己判就好啊，对无？袂使安尼啦，迄伤凊彩，迄无专业。所以吼，我就爱甲解说啥？我问你啦，破肉的肉是安怎来？肉是啥？肉是啥？台湾早起啊吼，早前鸡翅肉有无？台湾有鸡翅肉对无？鸡翅肉是啥？狸嘛吼，狸猫换太子的狸猫是啥物？肉啦吼。啊，但是啊吼，鸡翅肉甲查某囡仔有啥关系？无关系对无？鸡翅肉甲查某囡仔无关系啊。啊，然后伊叫迄个啥？伊叫破肉来变成，因为迄毋是安尼，名是肉，但是啊吼。伊是美军驻台湾，是迄越战的时阵啦，越南战争的时阵，然后伊拍招前战半冬，爱有休假1个月，啊1个月要坐船转来美国才去过啊，坐船的时间1个月就过啊，对无？无可能的，啊要去倒休困，迄1个月，伊就来台湾啦，美国兵啊就来台湾休困，啊来台湾休困的时啊吼，爱安怎？爱创啥？弗洛伊德讲吼，人啊吼有2个上基本的欲望嘛，一个是死的欲望，一个是生的欲望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烧钱的是逐工拢迄个啥，看到伊边仔人倒落，一直倒落对无？逐工拢有死亡的阴影对无？啊，用什么欲望来压过伊？
性的欲望啦，啊性的欲望是啥？就是性啦，甲性有关系。所以来台湾咧开查某啦，吼对无？所以台湾有足侪趁美金的查某囡仔啦，吼，迄当阵叫做啥？叫做 bar girl。bar girl 对无 ？bar girl，bar girl 台语叫做麻查某啦，好无？叫麻查某啦，啊伊咧创啥？啊伊咧做麻查某的啦，吼，叫做麻查某。麻查某 bar girl 有无？所以迄个麻是迄个 bar 来啦，所以伊到尾也就讲，查某囡仔的性的生活无较复杂一寡，吼，咱就叫伊破麻，什物小麻，什物麻哦，迄就是因为迄个 bar 来，啊无迄甲果子麻无关系啊，对无？咱先甲伊解说讲这安怎来，啊，才会咱甲伊讲啊，安尼所以有补助，因为吼这安怎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安尼才表示咱专业，对无？啊无电话伊来问我要怎？对无？伊就是嘛是需要专业的解说啦，吼。所以这就是美军驻台啦，吼，美军驻台，吼，啊，美军驻台啊，吼，伊除了去开查某以外，伊爱啉嘛，啉啥物物件？美国的少年人爱啉酒啦，甲秘鲁摕来栽，毋是嘛？伊去 bar 去 pub 来创啥？爱调酒嘛，对无？啊，调酒是啥物意思？甲酒啊，吼，甲一寡高级饮料来淋调，调酒拢安怎？第一足水的，第二冰的，足水的冰的，啊，搁甜的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搁水，搁冰，搁甜，有够赞的啦，吼，有够赞的。无要紧，凊彩找所在坐，嘿，无要紧，吼，吼，有够赞的。所以吼，迄种物件，台湾的少年囡仔毋捌看过迄，你想讲诶，迄个时代，迄个时代台湾人的少年囡仔毋捌看过这啦，所以吼，就感觉哦，足赞的。所以泡沫红茶店就是茶文化，加上美军驻台是迄种调酒文化，有无吼？合作生出来物件，伊就是甲茶，台湾人啉茶嘛，美国人都有咧调茶，无啦吼，就是干那咱台湾有咧啉茶嘛，但是迄个茶佫用外国式的，所以有什么蜜香红茶啦吼，什么珍珠奶盖绿啦，什么巧克力，什么我讲了嘛，迄个确定是毋是共款？是毋是甲调酒共款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迄就是你看，即种物件敢若台湾生会出来，因为台湾有传统的茶米文化，佮有啥美军驻台带来迄个确定的文化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就是泡沫红茶啦，吼。啊，讲到泡沫红茶，就爱讲到一项物件啦，吼。我问恁啦，吼，茶刀甲茶点仔有无共无？你无去毋对哦，啊无上即个课你嘛，你哪会去毋对哦？吼，茶刀甲茶点仔，吼，一般拢年岁较大个人去的啦，吼。茶刀啊，甲茶点仔是啥物所在？茶点仔是恁阿嬷去倒？恁阿嬷有伫咧无？出去啊啦，去倒？去菜店上经，敢会安尼讲？恁拢毋知我咧讲啥吼？对无吼？恁阿嬷去菜场还是菜店？有意思有共款无？无共对无？菜场是啥物意思？菜场是咧上经的所在啊，迄叫菜场，就是饭堂啦。啊，菜店是啥物所在？嘿啦，菜店查某有无？吼，菜店有人讲叫卡烧经啊嘛，吼，有人叫猫仔经嘛，吼，反正就是迄种场所嘛。所以菜店无咧卖菜，伊咧卖肉，对无？就安尼了解啦，吼。菜店无咧卖菜啦，吼，菜店无咧卖菜。好，吼，所以啊，第一点啊，就是。有查某囡仔咧陪啦，迄相陪，迄叫做茶点啊啦，迄叫茶点啊。啊，若茶倒啊咧，就是泡茶村开讲啦，无查某囡仔陪迄种叫茶倒啊。所以你要去顺的迄种诶，你爱讲我要去茶倒啊。吼，啊茶点啊是有分味的，安尼了解啦吼。茶点啊是有分味的，啊迄较老人去，啊少年人就去泡沫红茶店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泡沫红茶叫演变，时代叫演变，时代背景佫无共啊吼。时代背景无，即摆少年人啊吼，即摆逐个拢无闲对无吼？哪有时间伫遐一酒就酒规工啦，伫遐坐一个补啦对无？是毋是安尼 ？No， 无迄种代志，所以就产生啥物件？手摇杯，手摇杯，台语要安怎讲？切茶啦，因为你袂当讲摇茶，摇甲切有啥无共？摇是安尼，陪人客摇来摇去，对无？所以你若是摇茶，就是安尼，你安尼摇，安尼摇。啊，切茶是安尼切，有无动作是无共对无吼？中文我是讲中文足粗的，所以你会讲伊拢无分，所以你会摇甲切分袂清楚。但其实你是切茶啦，吼来，所以对我念一个，手摇杯，大家要来讲切茶，切茶。切茶，啊，有人讲手切茶啦，但是无你要用骹切了，吼，所以吼，毋免搁手啊啦，就切茶啦。因为是按照中文要说手摇杯，
你有注意无？想到中文要说手摇杯，他不说摇杯，因为中文的摇甲切分无分，对吧？中文的摇甲切无分，但是吼，你若讲你不说手摇杯，人以为就是你安尼摇，对吧？摇杯，你若讲讲摇杯就变安尼，所以你若讲手摇杯，伊要讲的是切的意思。但是台语的切哪有用其他的物件？台语的切地就是用手啊，对吧？所以分甲足清楚的。我早起讲，头拄仔讲台语分甲足清楚的，哇！所以台语就是讲切地啦。啊，切地的传统是啥？泡沫红茶传统以外，搁凉的啦，就是沙类的皂。伊嘛是会当有足侪口味的对无？甲泡沫红茶共款对无？但是伊搁有迄个凉的，伊古早咱头仔讲古早就啉凉的，迄个加拉树罐啊，什么阿鲁米罐啊、铜啊什么底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沙类的皂啦，沙类，因为即摆现代社会，大家无闲嘛，啊无闲当然是爱啉这嘛，所以你看珍珠奶茶，台语要安怎讲？珍珠奶茶台语要安怎讲？紧来！珍珠拢直接翻啦，珍珠奶茶啦，珍珠奶茶啦。你有人讲珍珠就是粉圆，其实无啥相像哇，粉圆较细粒哇，珍珠较大粒哇吼。不管啦，因为这有惯习的用法啦，珍珠奶茶啦吼。啊这摆臭伊啦，这无法度啦吼。啊去冰三分糖，去冰台语要安怎讲？无爱冰啦，对无？无爱冰，我无爱冰啦。啊若少冰咧？冰较少咧啦，对啦，冰较少的就好啦。啊，三分糖咧，三分糖，糖甲糖无共款，糖是摇摇碎的，叫做糖，迄是糖咯，糖三分糖三分啦，啊莫冰，对吧？糖三分啊无爱冰，对吧？迄冰甲是啥物所在嘛，拢讲无共啊，对吧？吼，像迄个啦，你若是酒杯啊内底叫 rock， 我讲 with rock 甲。rock 就是冰角啦，迄 whisky 内底迄个冰角叫 rock 啦吼，叫 rock 叫石头，因为伊毋是迄种脆冰要互伊扬的，伊是要互伊一直啉拢袂扬迄种的哇，迄种叫 rock 啦吼。所以吼，你去冰就是无爱冰啦，我无爱吼对无？所以你看，敢若食的物件啦吼，食的物件背后拢是毋是拢有台湾的文化意义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简单讲一个名吼，但是伊背后就是迄个国家，咱台湾即个土地生出来发出来。的物件，所以一定要用台语讲才有这。啊，你用华语讲啊吼，就无这个，无甲文化就无关系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就是文化意义啦，台语有文化意义啦。但是啊吼，咱敢若无时间啊，因为咱讲逐工要开放 Q&A 对吧？吼，过两三分钟咱要甲结束，我看伊内底有啥好，最后一个啦吼，糕哦，来华语啊吼，年糕嘛是糕对吧？年糕嘛是糕对吧？迄个啥？绿豆糕嘛是糕对无？蛋糕嘛是糕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来啊，我问恁啦吼，年糕的台语要安怎讲？粿啦，有无吼？粿啦，你看台语叫做粿哦。啊，绿豆糕要台语安怎讲？日头糕啊有无？你看台语有两种哦，一种叫粿，一种叫糕啊哦。中文无分拢叫糕对无？年糕、发糕、菜头糕。是毋是安尼？拢高啦，拢无分啦。但是咱有粿甲糕啊，有啥物差别？一个是下做浆去做的，粿是毋是下做浆对无？伊毋是粉对无？伊毋是粉哦，伊是浆啊，哇吼，磨者啊，啊糕是粉落去做的对无？日头糕迄是磨粉对无？你看咱台语的粿甲糕就无共款对无？啊对中国人来讲，中文来讲，拢共款，对吧？拢共款是糕。啊，我问你啦吼，车轮饼台语要安怎讲？车轮饼敢会当叫做饼？台语的饼是啥物？台语的饼是啥物？米粉做的迄种会叫饼对无？车轮饼干安尼？车轮饼干车轮饼。车轮饼是什么？车轮饼是什么？好，来。较早就有 Google 对无？就方便的，袂讲啊吼，毋知影要甲解说。哦，我知红豆饼。就是这啦吼。啊，这要叫啥？这台语要叫啥？饼吼。烤啊饼。饼，恁叫饼吼？我叫烤啊饼。你遐叫烤啊饼吼？恁遐嘛叫饼吼？安尼较罕哩。我叫烤啊饼。嘿，较罕，当然嘛会当安尼叫啦。台语的饼甲糕甲粿。是毋是无共款对无？伊较先倒一种。糕。伊较先倒一种。
你会当去思考看觅，伊到底是磨浆的，还是伊是粉的，还是伊是安怎的，对无？所以也是饼是食佚佗的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无共款嘛，无共款。所以年糕是粿还是粿？对无？这是粿嘛。啊，鸡蛋糕咧？鸡蛋糕敢是叫做鸡卵糕？你讲是鸡蛋糕甲鸡卵糕敢共一种物件？毋是啦，鸡蛋糕是做啥款？鸡蛋糕毋是鸡卵糕啦。哎呦，拜托诶！我讲要想要讲年糕，我才早来互朋友食，感觉无法度，我伫台湾早来食就嗨去啦。这个叫鸡蛋糕啦，这个叫做鸡卵糕，毋是啦，鸡蛋糕是华语啦，鸡卵糕是台语啦，台语的鸡卵糕是什么意思？蛋糕啦，迄块蛋糕，这才是鸡蛋糕啦。所以华语甲台语无共款，每一种语言叫共一种物件，拢有伊家己的文化历史伫内底。所以你用无共的语言叫共一个物件，伊就有无共的意义。所以咱头仔讲的，咱头仔上课是讲的是安怎？小时候大饼叫豆标，对无吼？啊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这个要叫做鸡蛋糕吼，鸡卵糕啥物物件？啊，鸡蛋糕、鸡卵糕无共，牛肉面甲 beef noodles 嘛无共款，对无？牛肉面甲 beef noodles， 蛤蟆汤甲 clam chowder 是完全无共款的两个概念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咱就知影讲啊吼，等下到咱的结论啦。咱的结论就是啥物件？咱就是无共文化反映出来语言嘛会无共款，你知影嘛会无共款，所以语言一旦消失，这个文化就无啊。这个文化就无啊，因为你看，咱头仔讲台语这个物件，伊是背后是毋是拢有伊的历史、伊的文化，对无？啊，你若开始用华语讲的，伊就浅层化，就是你共款咱叫迄个物件无毋对，但迄个物件背后迄个底底，迄个文化的深度，迄个历史的深度就无去啊，对无？伊甲台湾即块土地的关联性就无去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当然咱叫火柴啊，但你若叫番仔火啊吼，你会知影番仔火叫番仔啥？番仔姜，番仔不是番仔来，番仔火、番仔姜、番仔油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番仔姜是啥物物件？辣椒啦，啊辣椒谁来叫番仔姜？甲一原住民的关系？毋是，红毛番，台湾有番仔的大部分拢是荷兰。甲荷兰有关系，就是讲迄个啥番仔油，番仔油是啥？恁知啊？煤油，以前点油灯迄叫番仔油对无？因为迄番仔油是因为是外国来，迄毋是火油呢？火油是会食字的，恁知啊？火油是咧搅饭的，你知啊？火油啊，火油是咧搅饭食的，所以迄点火的迄个油，毋是叫做火油呢，迄叫做番仔油呢。番仔油啊，番仔姜，番仔姜就是荷兰人时代传入来台湾的。所以表示咱台湾用过就有姜啊，对无？但是无辣椒、无香蕉啊，所以荷兰时代传入番仔的姜，咱头仔讲语言拢是爱对已经熟悉的去认捌无熟悉的，对无？咱台湾偏的就是姜嘛，番仔传入来姜就是番仔姜嘛，对无？是毋是那是安尼来的嘛？嘿，所以谁若叫番仔姜、番仔油、番仔火，迄就表示迄个物件是荷兰时代传入来。你若叫伊火柴咧，你毋知影啥物时阵来，甲即个土地有啥物关联，对无？你若叫伊打火机咧，你嘛毋知影啥物时阵传入来台湾。但你若叫伊赖打，你就知影讲迄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的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若语言若一旦消失，迄个物件袂消失，但是迄个物件背后的文化，甲伊甲即个土地的关联，就拢消失去啊，就拢无去啊，你知影？所以咱若无甲台语传落，台湾文化嘛袂流乱。海外台湾人也袂晓讲台语，甲故乡台湾的连接。嘛会失去真大的一部分，因为我头仔讲，迄个文化的牵连就无去啊。你赶快晓讲台语，赶快晓沟通，赶快晓甲人沟通，赶快晓趁钱。但是你迄个甲台湾迄个侵占文化的连接啦，像咱讲的红毛土啦，红毛土对无？红毛土是啥？混凝土啦，混凝土对无？混凝土啦，但是咱若讲混凝土，甲讲红毛土，用华语讲甲台语讲有啥物无共？混凝土就是你就知影迄是迄个物件嘛，对无？共款咱讲嘛。但是你若讲红毛土，你就知影啥物时代传入来台湾的？日本时代，日本人讲红毛的，红毛是荷兰时代啦，对无？荷兰人就是红毛的，对无？红毛，所以
红毛的红毛土、红毛城、红毛什么物件，拢是红毛番，就是荷兰人时代传入来台湾的。啊，日本时代传入来用日语外语，啊，佫有啥物件是除了番仔啦，除了红毛啦，佫有一项物件吼，是荷兰时代传入来名的荷的啦，就是荷兰家己。荷兰豆，你知影？荷兰豆啊，荷兰豆啊啦，有无？荷兰豆啊，有无？所以荷兰豆是音走起来是荷兰豆啊，所以你看，这叫这三个名就是荷兰时代传入来台湾，是毋是？咱来用台语叫，就甲台湾这片土地产生关联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来用华语叫咧，完全无关系。啊，我问恁啦，迄个啥？迄个豌豆台语要哪讲？豆啊，无弯的豆啊，每一支拢有弯豆啊都是豆啊，对啊，所以吼，荷兰豆啊就是豌豆啦，荷兰豆啊就是，啊有另外一种叫做四季豆，你敢知？四季豆台语要哪讲？冰豆啊啦，对无？冰豆啊啦，对无？荷兰豆甲冰豆分会出来啦吼。荷兰豆就是扁扁哇，扁扁迄种啊，冰豆是圆圆哇，冰豆圆圆一条安尼吼。好，冰豆是安怎来？冰豆bean，毋是啦，bean英语哇，英语的 bean 就是豆啊，对无？英语的 bean 就是豆啊，对无？bean 就是豆啊，上来佫加一个豆，冰豆就是豆豆，对无？味噌汁卤汤就是汤，汁卤就是汤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跳浪 dance 有无 ？dance 的一个是跳舞啊，将来佫加一个跳舞，对无？梅龙龟 ，melon 本身就是龟啊 ，melon 敢毋是龟 watermelon 对无 ？melon 就是龟啊，将来佫加一个龟叫龟 ，melon 龟咯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安怎，这拢是外来语，表示这物件拢是外国西洋传入来台湾的，对无？西洋传入来台湾就用外来语嘛，就用迄个英文还是啥物就外音来去叫。但是叫以后，台湾人嘛是毋知影是啥嘛，什么面是啥物我可毋知影，就加一字豆，就知影迄是啥嘛，所以就变面豆啊。味噌汁卤，阮细汉的时是无加汤啦，阮讲你要啉味噌汁卤无？但是到尾后有知影讲有一寡所在，因为毋知影汁卤就是汤嘛吼，所以就讲味噌汁卤汤啊，加一梅龙，你佫食梅龙无？有诶所在毋知影是龟嘛，就加一个龟叫梅龙龟安尼。所以透过这物件的台语，咱就知影讲这物件甲台湾的土地是安怎产生关联的。沙漠是安怎来？沙文就是沙漠来，你知影？毋是 soap 啦，毋是 soap 甲沙文差遮济。你有用过欧舒丹无？因为你无用过欧舒丹的地裤对无？对，我嘛是用地裤。台中人讲地裤，你南投，敢若中部人会讲地裤，北部、南部拢会讲吼。北部、南部拢会讲沙文，沙文。来，你凊彩去点一个啥？欧舒丹的地裤啦，欧舒丹的地裤，伊面顶啊吼。想到每当往下，这不 OK。想到每当外好吧你无爱互大家看啦，安尼算啦咱就莫聊时间伫遮，互伊点袂出来安尼啦欧舒丹的地裤伊面顶拢会写 SAVON， savon 就是法国话的地裤。对无？法国话地裤 savon SAVON， savon 传来台湾，毋是伫法国直接传来啊，但是透过真侪所在传来台湾是，咱来问伊啥嘛？savon，沙文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沙文就是法语的 savon 的音转来啦。所以你若用台语去念，伊就甲什么时阵？伊就甲台湾什么时阵入来台湾？台湾的历史、台湾在地的文化产生关联。你若用中文、用华语去甲念呢，伊就甲台湾这个土地完全无关系。像问肥皂，你能看出什么文化意义、历史意义？无嘛，肥皂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嘛，对无？混凝土，你有什么意义？混凝土就无意义嘛，但是红毛土咧，你就知影什么时阵传入来台湾。豌豆咧，大家豆啊都是豆啊，毋是豌的，对无？是毋是？但是你若讲，荷兰豆啊，你就知影荷兰时代传入来台湾，对无？你若讲水泥搅拌车，我早起毋是听迄个囡仔咧讲有一个水泥搅拌车台语安怎讲？毋是啦，拖拉机是载货的啦，载红毛土，毋是载红毛土，伊未来要变成红毛土的原料，要安怎讲？
迄叫做南马空车啦。南马空车啦，南马是啥物件？你有啉过南马秘鲁无？生啤酒的台语叫南马秘鲁啦。南马就是生啦，生啦，南马秘鲁哦，生啤酒迄生南马啦。啊，所以南马空就是空骨力啦。空骨力就是混凝土嘛，啊，伊还袂搅，伊还一直搅有无？伊才袂顶去有无？啊，顶去就袂当用，顶去以后就叫空骨力啦，啊，还袂顶去叫南马空啦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空骨力嘛叫红毛土啦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迄个技术是日本时代传来台湾的，有无？所以你用台语叫，伊就甲即个土地啥物拢产生关联，四界拢产生关联。但是你若用华语甲叫这物件咧，伊甲即个土地完全无关系。你真正语言就只剩下沟通功能。所以现在反对台语的人讲，语言就是沟通啊的工具啊，所以我们不用什么刻意啊，因为对伊来讲，语言就是真浅薄上面顶迄层沟通的功能尔。但是对咱来讲，语言除了沟通以外，伊背后佫有文化意义，甲即个土地的关联性。所以，像咱爱保存台语，像咱用台语讲甲华语讲意思无共款，即个课就是要甲大家讲这啦，因为伊背后。即个土地，伊是台语是台湾即个土地发出来，所以也甲台湾即个土地历史人文产生关联。了解啦吼，所以失去台语，咱就失去台湾文化。啊，若台语留咧，咱就甲台湾永远保持密切的关系。吼，安尼了解啦吼。好，来安尼啊吼，差不多啊吼，咱即个课吼，就先讲到遮吼，今仔日课最后留15分钟，我同个 Q&A 啦吼。